集，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宝杰。现在这个时刻刚好是日本樱花繁花盛开的季节，可是在这个繁花盛开的季节里面，有一株樱花受到日本人高度的重视，这是在日本岐阜县的中将樱。这个樱花已经100多年了，可是它一直没有办法结种，一直没有办法繁殖新的品种出来。可是没有想到，当科学家将这个中将鸡的种子送上太空之后，回过头来再种到地表上，它竟然长出来了，它竟然开花了，而且它开花的时间竟然比一般的时间缩短了6年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让日本人觉得非常惊骇，而且它送到太空上之后，它的基因似乎进行了一场的改造。本来中将鸡的樱花瓣有30多瓣，现在只剩下5瓣。但日本的樱花专家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它越来会越美丽，那就有趣了。难道所有的东西上了太空，经过太空的辐射之后，它一切都会改变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5位来宾，对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媒体人马新民你好，宝杰好，大家好。好，第二位是航太博士傅尔林傅老师，宝杰好，大家好。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人黄创夏，宝杰好，大家好。好，第4位是牛津大学的化学博士陈耀宽，宝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第5位是人类考古学者何传坤何老师，大家好，大家好。好，我们现在就是在日本，现在樱花盛开，而在樱花盛开里面，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在岐阜市的一个院城市的太空樱花，我们看这报道。正值日本赏樱季节，岐阜院城寺这几朵太空樱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从种下到开花，太空樱只花了短短4年，比起其他樱花树10年才开花，快了6年时间。太空樱种子来自岐阜院城寺，有着1250年历史的中将鸡式院樱。2008年跟着日本太空人若田光一上太空，待了8个月才回到地球。提早开花是否因为受到太空环境影响？科学家们无法证实，不过太空对动植物的影响，科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Booster ignition and liftoff of Discovery. 2009年接受日本生物学家委托，美国太空梭发现后，将杂草种子阿拉伯芥带上国际太空站。种子装在密不透风的铁盒中，利用特殊装置将阳光水分打入土壤，观察生长情况。而日本希望号也在2008年将小黄瓜和青蛙带到太空研究，了解在无重力状况下，小黄瓜的发芽状况和青蛙内脏取出后细胞的增殖情形。东森讯鬼中心综合报道。这边我提过很多次，太空实验不是太空人上去而已，他们上去的时候都会带很多东西。没有想到他们带了樱花的种子，然后呢带上去以后，本来樱花要10年才开花，它这个樱花上了太空回来以后4年就开花了，而且本来这一只中将鸡它的种子是都不开花的，只有它开始繁花盛开。宝杰，现在太空蔬菜水果可以端上餐桌了。太空蔬菜水果，你吃不吃？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吃？我不知道。好，可以吃吗？现在全世界都在问这个问题。哦，敢不敢吃？可以吃啦，营养比原来地球上更好啦。真的吗？等到我们来告诉大家。好，我们先讲日本人最震惊的这个，好，院城市的这个太空樱花，2008年11月，2008年11月，把这个樱花种子放到国际太空站上，放了8个月，绕地球4100圈呢，4100圈，绕地球4100圈。然后这个太空人若田光一在2009年上去，把它拿下来了。好，拿下来之后，他就除了一些在实验室之外，一些又种回母树的地方。是，其中有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院城寺，院城寺有个中将鸡式院樱母树，这个树1250年。这么久了，1250年，1250年，但是1250年来，它的种子都没办法再种出新的樱花来，没有办法开花结果，没办法开花结果从太空来的，终于开花结果了，好事啊！这是1200年来中将鸡的树第一次，它的种子有办法开花结果。好，第一个奇迹发生了，开花结果奇迹。第二个奇迹是什么？什么？樱花树基本上要10年才能开花结果。是，我刚刚你说2009年回来的，4年它就开花结果了。哦，比一般最快的樱花树
提早6年开花结果，这第2个奇迹。第3个奇迹，它总共开了10朵花，刚好开10朵花，刚好开10朵花，而且每一朵花你注意看，1、2、3、4、5，哎，导播我们再看近一点，5瓣，1、2、3、4、5瓣，对，结果它的母数，这个我们没办法数清楚了，30瓣，有30多瓣，对，也就是说它跟母数其实已经脱离关系了，哦，它已经是5瓣，看得好清楚，5瓣的樱花，母数是30瓣的樱花。好，这4个奇迹其实让日本人不寒而栗。这代表说，他8个月绕地球410圈的时候改变了，吃重，这个氧气不一样，宇宙射线的影响，让它的基因发生了彻底的质变了。是。那么，如果樱花会发生彻底的质变，是不是上太空的？我们刚刚讲了，蔬菜水果都会发生基因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了日本他们的科学杂志、他们的媒体大幅的报道，称这一株樱花叫什么？你知道吗？就叫它叫做宇宙樱，这是日本的第1株宇宙樱。对，所以宇宙樱提早开花结果，从来不生长了，虽然生长了，开的花瓣跟母亲不一样，都其中透着诡异。好，是。那我们看完宇宙樱，我们来看宇宙蔬菜、宇宙水果。不只有送樱花上去，刚刚讲的送了苦瓜、送了南瓜、送了玫瑰，都送上去。我告诉你，当年这个大陆第一次带上去，就带了10种，哎，就带了10种植物上去。你看，这是旅顺蓝山的太空植物王国，每一个都特别的大，哇，都特别大。这还不算，西安也有一个太空植物王国，200多亩，这么大一个植物，200多亩。我告诉你，它带上去的太空南瓜，一种长出来，你知道多大？多大？直径1公尺。南瓜这么大，400斤。400斤，一个南瓜400斤，直径1公尺，这已经够惊人了，对不对？够惊人。番茄，太空番茄，宇宙番茄，一长2公尺，番茄树本来很矮的，长2公尺，是，而且它把它搭枝之后，先预期它会长到20公尺。你看过20公尺的番茄树吗？这还不算，它会像葡萄藤一样蔓延，蔓延到150平方公尺，是这么大。所以它一株番茄，你知道它结多少个番茄？多少番茄？2万个番茄，一棵番茄树可以长2万颗番茄。对，哇，这种你惊不惊人？惊人。好，它大点更可怕的是什么？还有更可怕的，菊花什么颜色？菊花黄色。结果它上太空回来之后，种子一种出来变彩色了。菊花有彩色，所以整个都变掉了，它变得特别大，特别可怕。蔓延繁殖力特别强。好了，这外形变化很好啊，是解决人类粮食危机啊。关键来了，还有关键了，就是说它除了只是外形大就算了，它内部整个都改变了。内部改变什么？但基本上我还是不敢吃。它改变的地方呢是朝好的方向改变。第一个，它的维生素含量是普通蔬菜2倍以上，所以你讲这里面有说维他命 C、对，维他命 A 都是2倍以上，都是2倍以上，2倍以上还不稀奇。人类最需要的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就是什么？就铁啊、锌啊、铜、磷、锰这些都大幅提高。好，然后其中碘跟硒，是吧？红薯会红，就是因为有碘跟硒。它含量居然高到超过20倍。是啊，20倍。胡萝卜素提高了5.8%，最厉害就是你知不知道人眼睛不好是要吃什么？维他命 A 啊，叶黄素。是叶黄素，要吃叶黄素。那因为宇宙它的光线特别的强，对，结果它那个叶黄素特别的高，所以你根本不要去吃补充叶黄素，你就吃太空蔬菜，你的叶黄素就补充眼睛了。所以我告诉你，它的东西大量的提高，外形改变了。里面的成分也改变了，东西变好了，解决粮食危机了。但是刘宝杰，我不知道敢不敢吃。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国外媒体报道就说，这种超级的这种植物呢，它可以强化你的健康，甚至会让你的视力更好。看了这样的一锅的菜，一锅的鲜蔬的水果，你敢吃吗？虽然已经告诉你它是变得更大、更营养、维生素更丰富，但是好像还在检验当中，所以创下
没有想到做太空实验，不是太空人上去，不是在那边弄卫星，不是在那边做监测，原来很多生物的实验也在同时进行。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宇宙鹰，这个太空蔬菜，坦白讲，这都是小 case。现在呢，现在在太空这里面在处理的问题是，他们看到的是1兆美元以上的超级未来商机。1兆美元？是的，我们知道过去的时候，从1953年开始呢，常常很多时候送东西上太空的时候，这些送上去的东西呢都是祭品，因为我们不知道太空里面会出现什么事情，对，所以白老鼠啊、猴子啊、蜘蛛啊、这些细菌啊、植物啊丢上去试试看，回来怎么样？但是到了2007年，完全变化了。2017年，大家开始发现说，原来它是一个超级商机。2017年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大学，它呢在 Atlantis 这个太空梭上去的时候呢，在上面绕了12天之后，回来之后发现说，里面带的沙门杆菌，回来之后发现它的毒性竟然增加了3倍。哦，有人讲3到7倍，3倍。然后这是什么原因呢？才发现说，原来送上太空之后，竟然出现了一个过去科学家，尤其是生物科学家最喜欢的，叫做基因解放。所以基因解放之后，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名词 ，Space Biotechnology 太空生物科技。到现在为止，从2017年到现在，美国已经投了100亿美元下去了。他们预期将来如果真的成功了，达到基因解放的话，可以有1兆美元以上的商机。为什么呢？是他们从这个沙门杆菌送上去之后，才发现说，送上去之后呢，哇，这些基因呢完全自由了。我们在地球上因为有重力，所以基因的自由度是受到影响的。可是到太空之后，完全没重力了，所以上下前后左右、左转右转、前后这个翻转，6个自由度。6个空间，你完全不受限制哦，所以它可以完完全全的自由发展。你说我们植物地下，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有向地性、有向上性、有向光性，它现在完全没有了，它乱长了。对啊，前后左右上下左转右转，还有可以翻跟斗，这个6个自由度完完全全自由了。是，然后再过来他就说，为什么它的毒性可以增加呢？叫基因解放呢？就是太空有很多辐射线，很多太空的射线，就把你的基因的链接呢，统统打碎了。打断了，所以呢，像他们看的，他们为什么看重像这样一个基因呢？宝剑知道他们是有多小吗？多小？10微米。哦，啊，10微米的话是任何的病毒我都可以处理了，任何的病毒我都可以侵入了，所以他们叫做一个太空的一个生物解放。如果我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所以他们这个东西将来一做的时候，各种药品，甚至于说你的人类的基因、人类的改造都可以，我可以用很多微型的药物、奈米药物从这里面发展之后丢到你的血管里面去。再配合奈米机器人，你的身体就更健康了，你的发展就更好了。所以美国已经投了10亿的美元，而且美国投了10亿美元呢，中国现在在跟着追，中国呢也做了，所以中国呢也做出了一个神舟3号口服液。什么叫神舟3号口服液？中国就想说，你美国去搞这个，我中国也要跟进去啊。所以中国就各种筛选，他们筛选了一个叫做 T33的菌株 ，T33的菌株，那送上去之后呢，神舟3号送上去之后，结果宝洁真的被那种太空链接打了以后，真的变小了，真的变碎了。是，就他们回来之后筛选出来一种叫 D33，这什么东西？这种菌株里面，它太空之后回来的变种，结果发现说，它竟然有25种中国最难治的病，它有22种是可以被它治愈的。真的假的？所以他们就把它要做成叫做神舟3号口服液。所以现在这个在做的时候，再也不是像过去的时候可怜的老鼠、可怜的猩猩送上去了，他们以后送上去的就是我在里面呢，我要取得这样的基因技术。我要取得这样的生物合成的技术，回来之后，如果我成功了，就是超级生物药物。所以他们预估，这将来是1兆美元以上的商机。除了这个之外呢，就因为它的微重力场呢，现在他们就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今年8月的时候呢，美国呢，就是有那个 SpaceX 公司，就是做那个无人的电动车的那个伊隆马斯克。他的公司8月的时候要送一台超级的3D 列印机到国际太空站去，要把3D 列印机送到太空站去了。对，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说在阿富汗战场呢，3D 列印机是应急用的，可是送到太空中的话是永久用的。永久？因为太空说这个3D 是要永久的在太空站里面，因为送上去之后，我们知道说太空的状况中，我们在地球上任何的结晶、任何的东西呢，一样的你会受到重力的影响。是，所以你排列呢到了一定的界面，比如说我们的晶片。12寸晶圆、18寸晶圆，你后面的不行了。太空完全一样的，没有重力，你就可以完完全全整结晶的非常漂亮。所以我以后送上去的时候，他们预估30%太空梭以后用的东西都可以用这3D 列印来做。是哦，而且最重要的是较长的保值性。
因为在太空里面呢，就没有在地球上受到电动力影响的材料中的 dislocation， 它完全没有 dislocation， 完全排列的非常均匀、非常整齐。所以现在发现说，到了太空之后，再也不是祭品，它是商机。好，所以耀宽刚刚讲了，现在不但有太空鹰，不但有太空植物，现在也有太空药物。也就是当我的病株送到上面变得更毒了以后，我反而可以从这种病毒株里面提炼对人类更有效的药物出来。对，为什么这个太空人呢要研究所谓的这个太空药物啊？我们知道这个药物的延伸，为什么从菌种来呢？我们知道万古霉菌，就号称为最后一道的防线了。如果这种万古霉菌还杀不死的，可能就没救了。对，所以造成了这个所谓的超级细菌。好，人类的这个抗生素滥用，造成了超级细菌。那现在呢，还有2件事情，一个。万一外太空的细菌到地球表面来了，那糟糕，人类没有抗生素可以去治疗，杀死它了，所以要到太空去找新的细菌。第二个呢，要找可以治疗的抗生素。好，这个把细菌呢就菌株送到外太空去。刚刚那个创下讲的，在这种找着基因释放了。好，这种病菌呢，之前亚特兰提斯号呢做个实验。就把沙门氏菌呢到太空上去，结果在了地球绕了这个12圈之后，到地球表面来，哇，毒性增加了3到7倍。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当然很好讲，病菌送上去了，不就同一个病吗？怎么上了回来都变了？是它，因为它能够忍受刚刚提到的辐射。还有这无重力，还有没有氧气，只要它能够忍受这种残酷的这种考验之后，它能够存下来的，它里面的释放出来的这种分泌物质就更强。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辐射线去打断了它的基因的这个双肽键。那么打断之后叫什么？双肽键。双肽键就是它的化学键的生态键里面的双链被打断之后，那么辐射又照射它，不能让它修复，所以它抵抗这个外来的压力。它能够存活下来之后，它里面的毒素就增强了。以这个细菌本身来讲，它的生命力变旺盛了，所以到地球表面来之后，它的这个致病率就糟糕。提升了3到7倍。好，相对的，人类就利用这一种，如果没有这一种超级细菌，就没办法从它的分泌物的代谢过程中找到抗生素。所以有这种超级细菌才可以找出这种抗生素。这也就是从太空上培育筛选的细菌，找到太空这个所谓的药物来的。刚刚创下讲的太空的这个神舟3号的这个口服药物，还有叫 T33。这个 T33为什么可以治疗这种这么大的这个，尤其是癌症？是因为呢，各位知道，它可以治癌症。治疗癌症最主要的癌症就是基因的突变，我们的细胞增生。好，那么这一种微生物的分泌物也好，或者这个生物到外太空去，在这种辐射照射之下，它也是要刚刚那个马老师讲的，它的基因它不是要基因改造，它非基因改造，而是基因的变异。基因突变之后，对我们细胞的增生、细胞的变异这种基因的变异，它是同类的，所以同类它会相耗，所以类似基因的标靶药物，它会去接近它，去吃掉它。所以吃太空的蔬菜、太空药物，它不是只有营不营养问题哦，它是一个治疗癌症的蔬菜跟水果。有可能吗？是因为它是以这个药物来讲，为什么 T33叫做神舟的这个叫口服药液呢？太空药物。太空药物呢，它就是因为这种的原理，可以类似癌症的标靶药，它一同类的可以接近它，杀死癌细胞。那刚刚马老师提到这个蔬菜水果，为了送到太空，南瓜变大了，水果变那个番茄变长了，最主要也是一样，在无重力底下，它的负重变轻了。一样我们知道，压力来的时候，人就变矮了啦。如果压力放松的时候，人就长高了，一样的道理。到地球表面，它这基因没有经到这个束缚，所以它变异了，所以成长了。那这个最主要，刚刚马老师提到一个重点，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维他命 C 跟地球的维他命 C 除了增加之外，为什么跟人体有差别呢？维他命 C 有结构不一样哦，左旋跟右旋。那么我们知道左旋的对人体能够消化吸收，能够接受啊，所以它左旋的特别多。是，那也是一样。我们说，眼睛的好的贝塔胡萝卜素啊，那为什么太空的蔬菜贝塔胡萝卜素好呢？因为它的贝塔胡萝卜素因为有受外太空辐射的影响，我们知道它这个先驱物质，所以它的在转化成维生素 A 速度就变快了。所以在整个的光合作用里面，它会长得快，原因它在外太空已经接受了辐射的影响，所以到地球表面，它的光合作用成长就变大，所以它的水果也变大，成长速度变快，所以它的开花时间也会变短。好，那傅老师，我们看到神舟9号升空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还带了一箱一箱的东西，谁给他的？
德国人给他，德国人给他干嘛？做了一堆的生物实验。原来人类上太空不是要去找制高点，不是要了解星空，是也要对在太空中做地球上的生物实验。对，这个首先在太空里面做实验，宝杰你刚刚讲的是，那神舟带了17项，17项，德国就提供了很多项，这是德国提供的项目是，它主要的目的，其中大部分是为了人类将来要往太空去旅行，比如登陆火星啊，登陆月球啊，在太空里面你要吃食物，食物怎么办？你要生长，那所以说首先就要培养一些生物，培养一下植物。那生物呢，就是看看，因为我们人是哺乳动物，人在这个长期的旅行中间将来会受到影响，所以苏俄在2013年5月22号，他就放了一些，这2013年啊，就是去年啊，放了一批老鼠啊、蜗牛啊、植物跟微生物，是结果下来的结果，他们统计只有几个老鼠是活着的，其他通通死掉了，表示太空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它不但会影响骨骼、肌肉，同时最重要，神经系统都受到影响。那太空里的环境什么样的东西会造成影响呢？第一个就是重力，重力是对我们有利的，因为大家刚刚都讲了，重力会让你减少，对不对？所以你不会受到太大的地心引力，所以说你人类不会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让你妨碍它的生长，它可以四面八方的长，比如长筋啊，长什么东西，但你要控制它的方向。第二个呢，你的缺点是，这是好处，缺点是什么？你的辐射线比地面上大了。第三个最重要的，你太阳黑子你没有办法预测，所以太阳黑子来的时候，地球因为有了磁场，有了大气层，所以可以保护，还有很重要，紫外线。大空里面没有紫外线，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所以送了很多东西上去做实验，有好有坏，很多东西变大了，但是基因改造了以后，你不知道它这个序变化了以后，对人类身体有好有坏。下面我讲几个太空梭他做的实验，先讲一个光线，这个是成功的哈，就是说用灯光来代替阳光，因为太空里面你不可能这个一直点的这个普通我们这个电灯嘛，所以他发现蓝色的光照射植物的茎部，可以让植物生长得很好，就是耀宽讲的光合作用，红橙黄绿蓝靛紫，蓝色的光，这已经得到证明。所以太空梭里面你可以看到，如果去太空梭的话，基本上蓝色的光是大宗。再来就是刚刚讲的沙门杆菌，对，这是有个数据，2006年、2008年2次被上太空，一个是亚特兰蒂斯号，一个奋进号。他发现地球上的比地球上的毒瘾增加了3到7倍。他太空放了12天，要注意是12天，回来他把这个沙门杆菌注射老鼠10%的存活下来，那40%仅存发现太空沙门杆菌的 DNA 有167个基因跟73个蛋白质产生了变化，它有数字的。所以根据这个，美国有一家公司已经开始生产这种沙门杆菌，已经开始生产了。真的像耀宽讲的，真的生产疫苗出来了。对，真的生产。所以宝洁神舟主要就针对这一个项特性，大量的，所以17项很多都是类似这种蛋白质。你刚才讲那个口服液就是这样老弄来的，因为就是它完美蛋白质。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在太空里面是很完美啦，但是你有辐射线，你的辐射线，你本身的 DNA 跟 RNA 改变了以后，对人是不是有害处不知道。所以说虽然是有，大陆也不敢上市，也不敢标示，所以目前这个还在做实验，都在试。先要了解到底它受了什么影响。他们有224个太空的研究所，分布在全中国各地啊，有超过60个，比如南海文昌啊，都已经开始就是要做这个太空的植物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太空育种中心有这么多地方。对，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呢，这个东西很有意思。1987年啊，中国的种子完成23次重返式跟9次神舟，每次回来的时候啊，注意到这个红萝卜产生一种抗虫的效果，是，而且大蒜呢增产啊，可是不要忘了，这是第一代，你上去啊，等待培育出来的下一代，这些所有特性通通消失了，它只能一代，只有一代。所以说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回到地球又跟地球原来的样子一样，是不是这个生物的 DNA 跟 RNA 它有一种记忆性除非你一直在太空发展，没话讲。你喜欢偷个鸡到太空里生长，拿到下面来培养，永远都是这样，不行。第二代，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第二代就没了。对，第二代就没有了。所以还有一个，我们讲到失重效果，但是有一种我们的种子在吸足了水之前，它是处于休眠状态，它对于有没有失重它没有感觉，所以失重的好处它享受不到。
所以针对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有研究，不止中国大陆，包括德国、包括欧美也研究这种太空里面的生物在失重状况下的优点。好，范老师，你刚刚讲说太空旅行最后人是没有办法的，一定要透过机器人，甚至有人讲说，来到地球的外星人其实也都是人造的机器人。对，所以说你为了要克服长期的太空里面的一些变异、不可预知的因素，所以基本上机器人可能是一个终极的目标。那美国的太空梭在除役之前就曾经利用机器人做了一些在太空上的实验。我们来看这个影片。这个是送到太空上的，对，这是人，然后将来太空人就做这些事情。所以以后不是把人送上去当太空人，是真的把机器人送上去当太空人，然后做很多人不能做的事情，譬如说24小时啊、长期劳累啊，全部是由机器人，而且它还可以出来，对，它还可以出来，就你陨石打到它就算了，哎，所以基本上来讲，对人来讲可以把损伤降到最低。好，专家，按照傅老师说的，你真的到太空中以后，它的结晶体会长得更密实、更完整。你在研究所的论文就是做这个的。而其实在美国，在19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 NASA 就想去研究，如果说我们现在知道的8寸晶圆啊、16寸晶圆，那时候美国讲说，如果在太空中的话，所以那时候是 NASA 出来的一个计划，然后就分给全世界各国去做的就是微重力下之下的结晶。因为这种结晶好处是什么？你在太空中的时候呢，你所有的东西的分子的结晶，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上次的史莫西2010年的那样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奖得主，我在太空中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像地球那么麻烦啦，就完完全全的一层一层的就结得很漂亮，而且呢，最后呢，就是它在周边的时候没有那个所谓的 Ading effect， 就是它最后会因为重力而垂下来，就结晶就变成是扭曲的，完全的平直。所以那时候美国 NASA 其实最早的时候，在1990年代的时候就要想做它太空结晶。如果有太空结晶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想法说，那你台积电和联电就可以关门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就不是什么8寸晶圆啦、12寸晶圆、16寸晶圆了，他们那时候想的是32寸、36寸，我整片晶圆细结晶出来之后，完完全全的平平整整的，完完全全的没有扭曲，这样的一个晶片，我要做多大就做多大，我要做多少就做多少。所以全世界到时候的晶片根本就不需要台积电。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就后来到1990年的时候，美国呢钱不太够了，所以后来这个计划也就停下来了。但停下来之后呢，现在就发现说，这个结晶这是小事情，太空的一个生物科技才是一个大生意。好，那何老师刚刚讲到了，人类现在要从太空中居然去找到那种我们的药的这种解方秘方，我们要到太空去找，去改变生物的那个秘密。但其实过去古代的人类都已经在做了，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古代的人类都把能量跟金字塔结合起来，而且都是从天上来借能量。我想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金字塔，可是呢，我想上一次我们已经谈过金字塔，它有一个地方就是说顶点，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辐射量最大的全部集中在这里。那你说任何的金字塔，包括玛雅金字塔，包括埃及金字塔，顶点都是能量最大的，都是看的。那我们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这个上面最高都是这个点。那现在这个点上面的话，直接我们可以看到波士尼亚，可以看到有一道光直接往上面走。对。那到底这些建筑物到底代表什么东西？那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生前他是王，死后了到这里去了以后，他变成神。可是变成神了以后，是他要不要跟外界沟通？还是要沟通的话，用什么来沟通？我们可以看到玉器有一个宠，都是节节升高。对。那这里我们可以看，都是台阶一直就往上。他的意思是说，要想尽办法去通天。我想宝洁问了我很多次，为什么所有的文明里面都有这个东西？都要通天。所以这个概念的话都有。那最近呢，我一直去找书。那我们看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有一位这个人类学家，他说，看样子是全世界每个文明都有一种叫社会逻辑。这个逻辑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所有的文明都要想办法，当你是人的时候变成神。神完了一定要是通天，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看辐射量，我说外面比里边还要大的时候，显然是好像要通天，要跟它沟通。也就是说把能量吸到这里面来。
对，所以这个能量从外面往里边进。假如说这个塔里边有一个发动机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来想一下，当科技越来越进步，你上了太空，原来不是只是我要去了解星空、了解宇宙，它根本是回来解决人类本身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下，回来。